細個嘅時候真係好中意踢波，嗰種無憂無慮嘅快樂，依家係好難揾得翻嘅。孩童面上嘅天真爛漫，我而家都記憶猶新。我係今集故事嘅主角 Ringo 啊。今日我係講翻我細個嘅時候喺球場發生嘅一單靈異事件。今日係我5年級嘅最後一日，暑假過後我就會升上6年級。咁開心嘅日子，當然我已經約好咗啲同學仔一齊去球場度踢波啦。仲記得嗰日係微微細雨，一班嘅同學仔玩得不亦樂乎，當然連我自己都唔例外啦。我就讀嘅學校係位於葵芳嘅，咁所以我哋一班同學仔放學之後通常都會去林士德體育場嗰度附近嘅球場度踢波嘅。仲記得嗰個球場係石屎地，如果跌親真係好傷㗎。而我踢波嘅位置通常都係衝鋒陷陣嘅前鋒，所以我受傷嘅機會係比其他同學仔高嘅。亦因為直到啲褲穿晒窿，所以翻到屋企嘅時候，通常媽咪都會請我食藤條炆豬肉。無論咩原因都好，我對於足球嘅熱誠從來都沒有減低過。仲記得嗰日我射入咗一球好靚嘅世界波，啲同學仔都為我而歡呼。球場上嘅孩童，你猜我擋佢射，每一球都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嗰種感覺就好似踢世界盃咁樣，傾盡全力，務求得到冠軍。就係咁樣踢下踢下嘅時候，已經去到黃昏啦。